台南市政府劳工局伫去年5月委托猎人业职业工会办理视障猎人师的培训。虽然一开始当着疫情停课3个月，不过伫经过7个月的密集训练，总时数1000点钟的培训，8位学员全部摕到猎人的丙级技术师的证照。18号下午，伫德公里活动中心来举行结训典礼，由劳工局就业促进科的科长颁发结训证书。以往我们的这个按摩丙证班是1600个小时，那因为我们就是希望说今年是。应该说去年啦去年试办，就是说想要说是不是有机会可以再培训多一点的师大按摩师，所以我们把它拆成2班，然后浓缩成1000个小时。但是理事长就是说，我们虽然浓缩成1000个小时，但是我们的所有的课程都不打折，所以大家在这么有限的时间，原本是训练1年，然后把它缩短成大概7、8个月。要这样子，而且大家是去考照是全雷达，所以相信你们这一班的实力，而且是比就是说更加倍的努力，才有今天的成果。8位学员当中，唯一的女性梁琼文，不但课下成绩上好，而且嘛分享家己，因为一场的意外失去正累的视力，而且倒立的视力嘛真模糊，拄开始根本就无法度行出来。一直甲参加视障猎人的课程，才互家己个重新找回希望。拿到证照不是学习的结束，而是训练的真正的开始。因此，我们就开始着手进行职场的手法的训练课程。其实一直以来，我都觉得是要身材很魁梧，或者是力气很大的人才适合从事按摩这份工作。对于我这种身材比较娇弱的人来说，使不上力，真的让我感到相当的挫折。我也觉得开始产生自我怀疑，是不是自己不太适合从事按摩这份工作？那直到后来老师们有教导说，刚柔并济，4两拨千斤才是真正省力的方法，这才会让我觉得，我找到真正对的按摩的方向。那现在的我。面对未来的工作，不会再感到恐惧或者是害怕，我也可以面对未来各种不同的挑战。猎人业职业工会理事长蔡协正表示，工会对民国98年培训至今，总共完成猎人养成训练有8个班，在职训练4个班，平均考到猎人丙级技术师证照超过9.5%。伫取得证照的学员。每学就业嘛有将近8.5%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